仲記得我問過你，知唔知道世界上最貴係乜嘢？你諗都冇諗就答真心，冇錯，就係真心。當我終於等到你開口同我講我愛你嘅時候，我以為我終於得到你嘅真心，但係我估唔到真心係咁奢侈。原來我只可以擁有你一個片段嘅真心。想起當初跟他相擁的那天，車廂相看相對，愛心兩互牽，亦夢亦幻如無前意，再次熱吻感覺自然，一刻的痴戀造成片段。